Jimmy Kimmel 近日同 Disney 簽署咗一份為期1年嘅續約合同，確保佢嘅深夜節目 Jimmy Kimmel Live 將繼續播出至2027年5月。此前 Kimmel 因為對保守派活動家 Charlie Kirk 被殺言論引發爭議而短暫停播。呢場爭議引發咗對憲法第一修正案嘅廣泛關注 ，Kimmel 因此暫停咗近1週。喺關於 Kirk 去世之後嘅節目中，Kimmel 對於總統喺談論 Kirk 遇害之後迅速轉移討論白宮新宴廳建設嘅行為提出咗質疑。佢表示，呢個唔係一位成年人對朋友被謀殺嘅悲傷反應，而係4歲細路仔對金魚去世嘅反應。聯邦通訊委員會委員 Brandon Carr 公開譴責咗 Kimmel 嘅言論。Sinclair 同 Nexstar 表示將暫停播放 Kimmel 嘅節目，而 ABC 則宣布暫停全國範圍內嘅播出。然而喺娛樂界嘅廣泛支持下，Kimmel 喺1週內重新回歸節目，而 Nexstar 同 Sinclair 亦都好快結束咗對節目嘅抵制。Kimmel 曾經多次暗示可能會離開深夜節目。自2003年首播以嚟，Kimmel 嘅節目已經發展成為最長壽嘅深夜節目之一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。